天摇地动，地动啊，山峦崩落来，来遐落来，地啊变做落来啊，绝对是哇，啊这落来不明不白，实实到底。但是，迄毋是山崩落呢，敢若因要去讲，要去挑衅人，要去找人战胜的，敢若迄只水牛变做个心尔，遐落来啊，煞变落来啊，所以讲，这就是讲讲吼，慢呢，台湾拢有，因为自我，就是讲这个工作来源的吼，这个管理啦，所以讲，这个落来做，是要讲安尼吼，不明不白，吼，这是我造成一个效果。那么，咱讲我就是呢，八九，但是八九了过后呢，就无好啊吼，变做过嘛，变做过嘛，所以吼，但是原来讲，因为讲要啊，我的钱较少，我袂感觉歹啊，我较低一个八底啊，歹。但是有时候呢，有一些不义之财的话就不好，不义之财，讲，比如讲，突然间，他就过去的来讲，哦，忽然间发大财，这个不义之财，哦，就有恶透，哦，也就是讲奇怪呢，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，他还会来找你呢，知道你有钱的时候，你会来感觉就会流行感觉叫他讲话会流行感觉用钱，安尼讲无
它是